再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早起将对在违法的修法进行询答，委员是正关心行政的版本第时会当来提出。财政部长曾翠芬是表示讲，因为地方政府阁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。行政院长窦英泰嘛表示，愿意继续来沟通讨论，重点是要照顾到全国每一个县市，唔通造成地方的落差。已经25年无修正的财政收支维护法，最近中期检讨的声音。目前立法院提案修正财维法版本，包括国民党团版、民众党团版，加上多位国民党立委提案，总计达到14个修法版本。不过，就是一直无看到正义的版本，引起朝野立委的关注。都关心正义版本什么时阵提出？其实都在讨论垂直分配的问题，部长。你们什么时候要提对案？过去有5度提出过财划法的修正案，都没有能够完成，就是因为没有共识。在这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凝聚各地方政府的意见，推到有共识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个部分现在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努力。曾翠芬表示，一早1999年捌经过提出财维法，无通过原因就是无共识。个地方政府提出的指标差距真大，达到30至50个，爱认出共识。对于财维法正义版提出无时间表，对于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，精省了后，财源为中央的60%，地方40%变做中央75%，地方25%，地方财源相对少15%。唔望中央赶紧修财维法，让地方会当快速建设。这些精神，那从地方拿回去给中央的。财法应该重新做好分配。面对南北联手推动修改财维法，要求中央释出15%的税收给地方政府。行政院长窦英泰早起强调，在两原则之下，愿意开放讨论。我们愿意讨论，但是一定要站在中央地方互补、互相支撑的这个原理底下，我们才能够广纳的照顾到全国每一个县市。每一个人民。窦英泰表示，2023年中央补助予地方的经费中，统筹分配税款甲一般的补助款，拢总超过新台币6300多亿。这也无包括减减计划、长照经费等补助。中央绝对愿意讨论财维法的修法，不过一定要徛伫互相帮忙的立场，唔是包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